仔廉政署伫昨早是去超高雄的基山和凤山这两大卫生所，加一个工作人员带走，嘛查走一寡相关的证物。市政府的卫生局是表示讲，是因为伫做内部稽查时，发现有一个办理婚害业务的同仁，那亲像违法，除了已经甲伊记过，嘛主动送互检方侦办。另外，伫高雄的乌来派出所，佫传出有一个交通警察伫跋筊网站插脚，即嘛分局已经甲伊记大过调职。食薰对健康是真无好，为着帮助民众来戒薰，真侪卫生所拢有办戒薰班。高雄基山区卫生所伫民国109年和110年嘛有开，但是传出所内承办薰害业务的同仁涉及不法，再去检验去基山区、凤山区的卫生所敲吹，甲一个工作人员带转去嘛查扣一批证物。相关违法事证主动函送相关单位侦办。今天9月19日，廉政署进行廉政调查，卫生局要求同仁必须配合相关调查程序。初步了解，涉案的这个人是负责主办婚害防治相关课程，涉嫌无照实定来拜课，甚至疑似用其他发票来核销诈领课程的补助款。桥头地检署讲，即马专案搁在侦办，下晡去基山区卫生所营运真正常，但是工作人员互问到戒薰班开课的内容，也是相关问题时阵是无愿意回应。除了卫生所的员工，另外还有乌来分局交通队的警察，涉及运彩跋筊签赌，红记一大个的处分。该员坦承于111年至112年间，有于赌博网站签赌情事。本分局立即依据警察人员参与赌博财务处分原则规定，参与职业性赌博财务者，合予记一大过。乌来分局讲，这警察是111年到112年之间涉嫌跋筊，是同地检署在侦办2个警察转介其他同仁跋筊的时阵，查出这个乌来的警察涉案，19已经移送同地检署复讯，除了记过，嘛会报请警察局该对即马的职务调离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